1994年，94歲嘅前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張學良公開講佢信耶穌嘅見證。佢話大家對我有種種嘅說法，有人話我好，我亦都唔見得有幾好；話我壞，我其實都唔係咁壞，神知道嘅。我呢一個出身行伍喺軍隊裏邊打滾嘅人，今日能夠成為一個基督徒，唔係靠自己，完全係主嘅恩典。主實在恩待咗我，將我從罪惡裏邊拯救出嚟。我而家好自由，無論乜嘢都無所畏懼。我希望各位都能夠信主，但係做一個真正嘅基督徒係要從心裏邊做，唔係喺口頭上邊，亦都唔係喺外表上邊，而係要真正嘅信神同埋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，將自己投入主嘅懷抱中。如今張學良已經得蒙神嘅救贖。唔知道你又係點樣呢？